611生命樹幼稚園知多少？大家好，我哋係生命樹幼兒園。611生命樹幼稚園係10年㗎啦。生命樹幼稚園係點嘅呢？經過個研究，生命樹幼稚園係愉快學習、有愛、重視生命嘅幼稚園。想知更多，跟我一齊去問下陳校長啦。Let's go！ 校長室，陳校長，生命樹幼稚園係點㗎？小朋友，你哋係咪對生命樹幼稚園好有興趣呢？係。我俾個任務你哋咧幫我去揾下究竟生命樹嘅特質係啲乜嘢？你哋願意接受呢個挑戰啊？可以。我哋出發啦！耶！你哋好叻喎！你哋揾到啲乜嘢啊？B for B 型，生命樹幼稚園珍惜每位小朋友嘅 B 型，即係佢哋獨特嘅個人特質。我哋會透過遊戲學習、探索學習，特別係英文課程 X Mission， 等小朋友喺探索裏邊發揮潛能同埋愛上學習。I for Integrate， 整合。生命樹幼稚園對小朋友嘅培育係360度嘅，所以小朋友除咗喺學校學習之外，我哋好重視小朋友嘅品格同埋生命。一個正面有愛嘅環境，小朋友嘅生命最重要嘅係家庭，所以我哋看重小朋友嘅全人。我哋非常重視家長教育，我哋今年特別開始家長學堂同埋唔同家長嘅活動，讓學校同埋家長一齊建造美好嘅環境俾小朋友。C for Connect， 我哋經常有唔同類型嘅活動，例如生日會、Fun Day， 都係想讓小朋友成日都同人有連結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有聖經嘅課程同埋神禱，讓小朋友同天父爸爸連結。有一個特別嘅預告，我哋會將開展一個親子伴讀計劃，讓小朋友能夠與家人有更多嘅 connect。歡迎大家一齊加入611生命樹幼稚園，一齊喺 BSC 中成長。